摕保障进前，咱看头前，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我是南新乡务队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？大家好，我是孙安。大家好，我是凯杰。大家好，我是静优。大家好，我是洪伟。真高水的小朋友哦，算了，我们来摕保障。小静，大兄，我们摕保障啊！啊，船长是咧无用啥啦？我知影你要摕保障啦，我毋过阮船长哦，最近头买一个新的耳机的，伊拢挂条条，啊，等下听吼，摇，听，阮咧家己画，伊拢听袂到。安尼就是音乐开伤大声，小朋友，我甲你讲，咱哦即摆算到3，大声讲，船长，我们来摕保障啊，就大声才听有无？1、2、3，船长，我们来摕保障啊！那你咧摕保障啊？是。哦，他们对你来啊？好。哦，我头前听音乐有够好听的啦。啊，是讲你拄则是听啥物音乐，遮尔啊好听，听到唔知影人啊。你讲啥啊？我讲你听啥物音乐？哦，听啥物音乐？好，我甲你讲，我咧听非常了不起的主题曲。我真是听的啦，上了不起，生活真精彩。哇，好听嘞！好，我先我甲你讲，爱分享互因听，看麦。是。来。像，好，来。来。等者。啊！你这音乐伤过大声啦，阮这小朋友会吵伊人。你敢有听到声？我唔免挂着听着啦。听这种耳机哦，音乐就是要吹到上大声。啊，上大声的时阵，你甲我就听到音乐的一寡细节。我甲你讲，我最近困的时阵哦，耳机把它挂掉。迄挂掉，你的音乐安尼哪听哪困，哇，你都困去啊咧！船长，你这音乐开遮尔大声，去伤害到你的听力，而且你若是无做调整，以后你的动听有可能啊挂迄助听器哦。啊，这动听是老人的镜头呢。阮船长哦，伊咧休困一下，伊就随听有阮咧讲话啊。哎呀，对啦，你讲啥？唱嘛啦。船长，你即摆安尼，迄是因为你是短期的这哦耳孔的疲劳，安尼时间若是有长哦，以后就是会伤害到你的迄耳孔，安尼会造成足大的困扰哦。啊，安尼哦。小朋友，我甲你讲哦，根据调查哦，即摆哦，平均4个人就有1个人音乐开足大声的，啊，搁有人吼拢是咧挂耳机安尼困啊，开足大声，结果伊即摆才21岁就要挂这吼助听器。啊，对啊，另外生活中吼，迄噪音哦，其实足侪，就亲像迄乌多摆啊，还是边仔有人咧讲话足大声，啊超过90分贝哦，伊就迄去影响到你的耳孔。小朋友，我甲会当请问者，恁敢知影哦？搁有啥物噪音会去影响到你的耳孔？运动会。运动会的音乐。啊，毋过运动会加在一年一届呢。啊，敢搁有？嘿，讲放烟会。放烟会，放炮。放炮。队长啊，安尼我问你啊，咱若挂耳机吼，爱有好的习惯，啊，搁有啥物其他方法会使保护听力？哦，你若是挂耳机的时阵啊，你音乐就开较细声的，挂30分钟，你就休困5到10分钟。啊，若是平常时哦，莫去种迄声音足大声的场所。啊，若是有去，你嘛会当先休困一下。若无你就挂迄会当迄吉他啦。哦，吉他啦。哦，吉他啦，啊无就是会当减少迄环境音乐，说耳机拢会当保护你的这耳孔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船长，啊你敢知我今仔要创啥？啥啊？你讲啥？哇，唱嘛。唱嘛，唱嘛。你是毋是拢无咧学？之前我买助听器，买先买一组我啊。正手柄敢若比倒手柄较差数。来，啊？这互你看者，你落山要创啥？音乐卖遮大声，阮是要来提保障的。哦，来你帮我提一下。安尼我了解你的意思。嘿。你就是要来提保障的对无？是。啊，毋过你敢准备好啊？好。来，多谢队长甲咱探险队员的关心。是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音乐家。好康到小报，一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练去倒一空，另外4位队员要讲出相对应的答案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看恁会当钓到几题。啊，莫阁惊啊啦，拢个 pass， 我的保障就安全啦。水调，啊，水调，啊啦，开始啊！哦，开始啊！你是你迄个家己来小朋友啊，嘿，哦，家己来对无？加油
伊来啊，因为嘿，一开始因咧对名我无听到，咁会使我介绍一解我听看卖啊，叫做南星香菇队，香菇。南星国小哦，男生啊，家己啊，读遐嘞，你读遐啊？哇，想袂到你细汉的时阵是读遐。你是咧学读这？遐嘞。有影？来，我紧这无啥重要我。伊要甲阮介绍一要个，介绍阮的国小，阮学校有一个水牛城堡游乐场，水牛城堡。搁有一个鹿咧厝溜龙，啊，因为鹿咧国语是赶牛。啊，所以拢是牛嘛，拢有牛。香哦，所以有香菇堆哦。感谢你分享恁的队名。那是我即摆来甲恁讲安怎摕大片。好6题有1块大片，12题就有2块大片。 12题哦，爱请讲出有这个字的词哦。好，哦，拢知影哦。知影来哦，准备接招，音乐家。来手分手。简单，来，哎呦，朋友紧哦。看第一个字要去倒位咧？感情、爱情、情分，哎，莫讲啊济情，情感情感情，爱爱情，心情，心心爱合嘴情，系心情对，情分，结婚好。看着你结婚来手分手。来，来一个来个看卖咧够啦，够加啦，你拢咋咋讲呢？哎，我讲，但你应该无算分别哦。个招，哎呀，你扣分哦。哎，好来，请讲，国家国家，泰国国语国语可，以啊，美国好对。无赶快来卸水来。哦，bonus 来了，好，真少，要去倒位咧？去到位，去美国。去，慢去美国，去生，生生也是生，迄个字才有 bonus 来。来，bonus 来啊！生婚，哎，我想讲你若这够细细念嘛？对啊，哎你是配合菜龟啊？要生啥？生，啊，可以当啥？来哦，加一个，哦，有啊，来生，生日生日，生婚生婚，生囝，生囝，国学生，国学生，哎呦，来哟，手分手。哇，一个音袂哦，歹哦，那有一个 bonus 好哦。哦，好，跳啊， ，bonus 还有其他的无？还有其他的字无？对点有注意我。另外一你看无啦。哎呦，来花，花机会喜花对，机会龙花浪花，花鸡花鸡，不是花鸡嘛，花鸡，花花鸡，五花，五花对。来送我。时间到，无咱来复习迄个 bonus 迄度，好，生生生理人，生活生理生活生活，生活对，王星哈，你讲啥？王星对，王生，王生对，对，生存，发生发生，哎，好来看卖哎呦，16题，而且个 bonus 3块大片啦，较近啊，你去睇听啦，听听听啊来摕一大片大声甲你出来。八周好，戏再来。李黑好，再来。跟另外一个，刷尾啊是哦，会哦好对啊呀，大去。哇，就该摕3片，哇，今日就3片摕去啊啦，你看嘛用打哦哈，好来呀，好来，哇，第一关就3块大片啊，第2关准备接招，音乐家。甲我做伙耍。一位探险队员负责耍图，见耍一步下底就会出现一条题目，其他的队员回答了才搁继续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这乱去斗图，恁敢耍会转来？希望恁愈舞愈花，准备甲宝藏讲拜拜。来，看，刷图摕大片，讲出共运的字哦。哎，啊，恁来进前敢有去拜拜？无。去对拜拜。啊，去拜拜啊！求看卖通摕到宝藏无啊？对吧？恁附近有足兴足大间的庙对无？大标。水牛庙，水牛水牛庙，庙内底是
会拜水牛将军。水谷将军。恁敢有去拜拜过？有有啊，有啊，帮我较轻松的。相信免哦，以恁伫家己遐定咧讲的台语能力拢袂歹。嗯，帮我轻松就有机会摕到大片，安怎摕咧？4块一块大片，8块若拢对就2块大片，了解哦？了了解。解。来，准备接招，准备噶，来，刷落去请说。小回去哩，啊，小回去哩。好来，行，偏偏偏停，好来，停掉，啊，一个好，来刷到。好，我给你倒三来个。哦，好，来。 NG， NG， 林汤汤掉丢汤，我不都要啊。伊咧飞啦，伊咧飞饭啊，不是汤，伊是咧汤。妹妹刷到几个？宾馆来听哦，来听哦，来射，射，较大声咧，侧壁侧壁，侧掉，二 B 的这好来刷，你看刷起来才对，你看看这个图啦。这可以吗？嘿，搁一届。对，搁一届， NG 赶快，啊，还有啥？生水，按着生，来哦。队长，你有什么意见？那我给你倒三个。好，来加。去掉，来刷到。当刷起。哦，好，有啊。压 ，IA 是压降温的，压球掉，哎，后一个。刷到，哎，有时间在行哦。过来快。刷，蒙串，哎呦，水哦，这难呢。厉害。蒙串，这个有高级。要过啊，阿妹嘞，NG，就 NG 啦。汤蒸够啥？加饭队长，你头到你创啥？你巴肚最枵的哦。加饭掉。哎呦，刚刚要过啊，你要安怎？无啊，伊还袂刷的啊。刷别刷。那我给你倒三个。射啊！射，蹦。二油掉。来好。记得有时间要到。好，刷。安全过关。太好啊。还有10几秒，好啦，无来复习神。行哦。因 IN IN 行啊，新民去神，哎对哦，新鱼仔的神对不？辛苦哦，辛苦啊，囡啊嘿，囡仔嘛会使，囡仔嘛，拢会用的。叮当对，叮当好，鱼脾气鱼，甲翅拢是翅吧是？细哦。相戏闪视对，请到啦哇，2块大片免看，拢过，请退。摕着大片大声个念出来。摕2块哦。好，手啊，刷尾啊。好来大起你。伊头先摕手，可以当刷落来。手歹念，手夹啊！好来。啊，来吃。哇，想袂到你学弟啊，表现个真袂歹好哦，已经我5块大片啊，上尾关，加油哦，准备接招，一对噶。Just do it！探险队来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汤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若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恁也是困懵困，卖迷茫啦。Just do it，来喽！哦，第一位排出来是阿安，嘿，阿安你好，安过年过节，还是讲母亲节，还是爸爸节叫做父亲节？父亲节，你敢会写批，还是写卡片？袂哦，啊你拢安怎表达你的感情？伊免知影。伊免知影，靠伫心肝头就好啊。好，不要紧。诶，这个题目吼，甲写字有小可关系。写字哦。安怎来摕大片？来听我讲，5分通摕1块大片，10分2块，到底是什么款的题目呢？请出题。
来，详细听清楚哦。阿华想要写配合台语台，这个哦特色的配容，借问一个台语台的字字要写伫个正边，也是倒边呢？哦，今摆人感觉有咧夹背，倒边，好，无要紧，甲我讲，你的答案是德饼，倒边，好，倒边，来，别有坚持啦。坚持家己的生活是真好的，到底这个坚持对唔对？唔对，你比有哈呢？啥？别紧，别紧。请解说一下。用讲的无准算，摕图互恁看。来，来，哦爱写伫个正边，正边呢就是咱邮票的正，这就要写台语台的字字，邮票的下骹就是要写你的字字，唔通写唔对哦。你了解无？好，这张送去。你写写再给我爸爸。好，来，多谢你，好一位，好，票呢一位不会夹袂出去哦。爱带邮票哦。来，接下来要甲你考验的这题，咱来听看卖啊。这个题目是健康题，请出题。哦，小朋友，你敢知影？迄点目药水吼嘛是有撇步的哦。啊吼，我要问恁，恁咧点目药水的时阵吼，是会点伫个目睭鳞，还是点伫个即个白鳞甲下巴颔的之间？你敢有因为目睭会痒啊，还是讲过敏，爸爸妈妈甲你点过？无拢无，还是你捌看别人点过？有啊，你看伊点在哪？下骹所以你感觉是下目颔？是到底这个答案对唔对？所以你感觉是下目颔？是到底这个答案对唔对？哦，好，厉害呢！请解释一下。哦，是安怎吼？因为咱直接吊在目睭鳞吼，可能目睭会受伤，因为较刺激，所以吼，你就爱甲你的吼，迄手安尼吼，甲目睭皮哦，安尼揪小可揪出来，啊吼，点伫即个白鳞甲下巴颔的中间，安尼啊目睭刻刻长长的，就会使哦。啊，你啊，算一康啊，提分数。来，算一康提分数。该惊一个拢袂记要选。到底这康是几分嘞 ？Just do it。哎，一分，来来来，来到这所在，袂歹啊，别紧，加收一挂，反正就分数无共啊。朋友，来看卖啊，第三题，生活题，请出题。详细听清楚，阿明想要去爬山，啊，不过伊无想要去学网仔顶一扑一扑。借问一下，伊的衫裤爱穿什么色水？是白色的，也是乌色的，也是红色的？哇，这我这有生活无？出生活的咧，我唔知影要穿什么色呢。阿姨若无想要学网仔店，莫出去啊。对，你若是真正有当时啊选袂出来，就规气莫穿。哎，莫穿。所以你决定什么色？白色。白色，对唔对？就好。好，到底有什么是白色的？请解说。对，就是爱穿白色的，因为呢，穿这个较深的色水，乌的啊是红的啊，就是吸引这个网仔会甲你定。你要穿较白色的，还是要穿较浅色，也有反光的色水，网仔就要甲你定到一扑一扑，你知无？好啦，恭喜啦，选一康。我要这康。一康。康好。为什么？你确定？你只要干那1分了 ？Just do it。几分？这两个，网仔袂来搞定哎。你有一个大屏啊！恭喜大家！哇，一定要秀起来。 4分4因为分。数来哦，即摆已经6分啊。你若是运气真正袂歹，选到4分呢，你2块大屏就摕去啊。来，上尾一题，台语题，请出题。小朋友详细听，三无聊啊问，请问的这句话是咧讲，伊是感觉足无聊的，还是讲伊唔知影状况？哦，唔知影状况。会袂歹，我相信你。三无聊问是足无聊的，应该是足无聊，因为伊在因为吹嘛。拢三无啊。你的答案是？唔知影状况。唔知影状况，你非常的坚持，到底这个坚持有法度可以摕到分数无？对，对。
伊无足欢喜的咧，伊对嘛无足欢喜。来，请解说。好，这个沙无了啊问呢，了啊吼，就是咧讲细间厝啊，这个细间厝啊，你搁找无伊的门，所以呢，就是唔知影状况的意思，安尼知影无？好，你会使选分数咯。细分就难嘞，你会当跟我讲一下？袂当，袂使，跟我暗示一下。我大家给暗示，拢无咧听。哦，你跟我暗示一下。想要倒一个，我这个确定哦。伊拢唔敢甲你看，伊会是我最歹看面的，是不是？伊最惊你甲伊架起的。伊拢头咧者。无斗阵的啦。好啦，这空哦，细分 do it。拜托细分啊！啊，三哦，差几分啊？差一分哦，加加有秀起来。水。虽然有当时啊三无了啊问，啊不过无通啊摕到9分。甲你恭喜，通啊摕到一块大片，请摕。阿伟，最后一题，摕到大声甲念出来。我暗层，好，大来气，你哦，暗层。会当煞哦。好，6题，差一题就全部是啊向摕了啊！哦，哇，愈来愈期待，因到底敢摕到宝藏呢？因为噶，男性国小的小朋友是，要来摕宝藏哦。请问一下，有想要刷位无？无无，拢无要就这样刷。呢。左边。好，来哦，开给，就到你啊。手甲放起你，而且不会超过1空才有准绳。到底来自嘉义太保的囡仔兄囡仔只敢摕到宝藏嘞？请背。哎，有啊，过1空嘞！哇，过一空啊，一空，这算是6头扎个嘟嘟啊好啊！来颁奖哦！上新的。哇！这是啥？无敌鸟的机器人呢？变鸟哦，这足够水哦嘿，这好爱家己倒，啊吼，伊内底有一只足够水的鸟啊，啊伊的所有的关节拢会使叮当。哦，目通啊超，你家己想要摆的姿势就对，你想了。要摆啥物形拢会使。哇！恁敢有算过这款的佚佗物啊？无无哦。哎呦，赞哦！啊，今仔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就刺激的，足刺激的哦，好耍无？我算好耍哦。啊，安你咧？就欢喜的，你种欢喜的。啊，有你咧？嘛就欢喜的。我就欢喜的。阿伟，紧张，紧张啊！好啦，继续讲台语，啊，为因再过来行行，好唔好？好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好